取经是直走左转。那，医生，我需要取多少啊？有多少取多少。啊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乃梦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所以，我们俩去了医院，做了一次详细的体检。有多少取多少。哥们儿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地方太孙子，太他妈坑爹了！我不行，你行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。你有手机吗？大佬，怎么？你这手机上有图片什么的，帮哥们儿启发启发。